记。好来，1644年3月20，我这音乐给停起来。1644年3月20到8月11吼，是为什么特别写一个小标题写这个？讲这是日兰亚写日子，1644年3月20到8月11，唔知。好，咱来读。日兰亚写日子对1644年3月20开始，迄时庞尊 Good Hope 和在最后一班航往巴达维亚，到随后的8月11号。好，继续看。即句，伊交代即句话是到底什么意思？看无吼，就是即个3月20到8月11号，即中间即特别伊甲独立出来写做一本安尼啦吼。3月20，今仔日早起细只庞尊 Good Hope 号出航，带着书信航往巴达维亚，载有4321号吨的货物。而即只另外一只小庞船叫做 Brack 号，是载着一寡杂货航往比南台东啦吼，要去遐装运所收到的一个税金来遮。中岛上级商务员 Caesar 对小龙来到遮报告讲，迄个10尾已经缴纳税金的即个村社的头目，以及另外4个伫咧边地的村社，甲7个伫咧山区的村社的头目，和代理地方官叫做 Joost van Bergen 对陆路要来参加地方会议，已经要到，应该今仔日要暗仔会来到赤坎，因此为着要亲切来欢迎因，好好来招待因。并且要伫咧明仔载安排所需要的事务，所以就派上级商务员 Caesar 前往赤坎。今仔日有4只庞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着一批胡椒、盐、鹿仔肉甲咸鱼，载90个人，也有2只庞船来到遮，一只是对安海来，另外一只对刀架毋知什么所在吼，嘛无写。再来300稻米。有载24个人，3月20，哦，3月20落长哦，非常的长，咱嘛无讲非常长啦吼，和进前1633年的长法比起来，这算短啦吼。好，3月20。今仔日早起透早，有一只庞船对烈士来到遮，载200袋的米甲10担盐，载10个人。对该船的新仔人遐知影讲，最近有一只庞船会载着一寡布料来遮。议长阁下得到报告讲，北区各社的长老，就是因的酋长啦吼，以及几个南区村社的酋长已经拢到赤坎，所以就约伫咧天光进前2点钟，由Peter Antonis Overwater 先生 ，Adrian van der Burch 先生，Johannes van der Eyden 议会人员以及秘书 Philips Schillemans 陪同，坐公司的小艇对。日兰亚城遮渡往赤坎，无教会的人，嘛无先仔生理人同行吼，同行啦吼，用来表示因不得参与政府工作，就是伊无内底无教会的人，嘛无先仔生理人吼，
意思讲因袂使参与即内政就对啦，这是政治啦吼。迄时对即个城堡鸣炮三响，也对即个乌特勒兹碉堡吼，有一个碉堡，好即个名啦吼，乌特勒兹应该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地名才对吼。也对即个乌特勒兹碉堡、海堡甲快艇 Breskens 和国鸣炮一响，表示兴奋快乐。特别是要互伫个赤坎的高站人员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知影，议长要来咯，爱紧准备好，以便议长一到，随就会当一切就绪进行开会。伫台湾市场外面无偌远，停3只公司的篷船，也议长鸣炮致敬，来到台湾甲赤坎中间。为此，台湾甲赤坎中间就是即马安平古堡甲赤坎楼台南市区迄个赤坎楼，即中间啦吼。即中间差不多偌远呢？看一下地图吼，咱都毋是台南人，就较无概念。电脑版吼，稍等下。对安平，我大概掠一下吼。对安平海边啊吼，直到赤坎楼伫倒位啊？大概我掠只直线差不多，我量一下，安尼1公里，1公里、2公里、3公里，公里、3公里、4公里，差不多4公里啦吼，袂讲介远啦吼。用行的差不多半点钟内会到吼，20分可能就到。讲因来停即个3只公司的篷船吼，伫咧台湾市场外口无偌远停3只公司的篷船，也议长鸣炮致敬，来到台湾甲赤坎中间吼，为此专程来停伫遐的快艇 Breskens 号，又为此专程对陆上载来的士兵照规矩啦吼。伊是写规矩的吼，就是遵守规矩来鸣枪三响，煞接着由该快艇顺利来鸣炮。即则就是你讲因对因来讲，即个地方会议就是真大一个盛会就对啦吼。到赤坎登陆了后，接受福尔摩沙政员。这是啥物意思？两个原理。Cornelis Caesar 先生吼，咱之前有讲即个 Caesar 是啥物高级商务员吼，伊先派来赤坎督导一切的 Nicosius 地府的吼。先派来即只督导一切即个人吼，叫做副家吼，以及几下下属商务员和真侪助理，甲其他人拢极为隆重得体来欢迎。对60个整齐庄严的士兵行列中间通过，由6个亚级的武士护卫吼，护卫啦吼。也级就是字啦吼，字各位知影无？级吼，
台语去读做吉。即个我甲阮学阮阿公学的吼，即个吉字啊吼。但即个要安怎讲吼？就歹写吼。武器吼，是那敢若矛枪矛吼，但是伊袂溜迄个吉是一支单刃的迄种刀啦吼。好，讲即个是我学阮阿公学的吼，就是迄当阵我读《三国演义》，互阮阿公听的时阵。拄着即个我袂晓读，我著写互看，汉字写伫白纸顶，大字写，因为伊目睭无好。问讲阿公啊，即个要安怎读？伊就讲即个读吉。阮阿公公校毕业尔呢，但是又读过汉学啊啦，所以会晓读。因平常时看看子龙现《三国演义》《封神榜》即种的吼。读到来，伊若袂晓讲华语，你想看伊读到来是读啥物音，你想就知啊吼。好，由6个牙吉的武士护卫，行到公司的房屋，命令迄寡长老甲酋长伫正手边，以便来参观一切。即寡拢就绪以后，同时鸣枪三响，所以就对即个城堡鸣炮回应。鸣炮三响了后，也对有德的支碉堡以及海堡鸣炮回应，各发一炮，安尼就搁较互人知影讲，阮有真侪要塞。随后，上述的快艇 Briskens 和所有的大炮同齐轰然射击，这一切互原住民的目睭充满了惊异甲敬畏，吼，就是要甲因惊的就对了。所以迄寡长老治士算袂歹吼，真守规矩啊吼。一个村社长老接着一个村社长老吼，一个接一个来公司的房屋遮，议长阁下致意问请安啦吼。然后行到庭院内底，伫遐小可听候了后，就由政务员招呼因当去一张真长。今仔日咱斟酌看啦吼，看因安怎开即个电话会议吼。今仔日写啊足斟酌的，因即个经过即个过程吼，真正写日记安尼，无怪今仔日记甲遮长吼。咱今仔日同齐来参加即个斗劳日啦吼。好，因伫即个庭院内底小可听候了后吼。就是拄则讲迄一个村社接一个村社，即长老吼，来到即个庭院啊，听候了后，由政务员招呼因去一张真长，顶头有搭麻布的刀啊，吼，就是长高一条足大足长的即个刀啊，吼，顶头有刺即个麻布吼。台语袂讲打啦，吼，讲刺即个麻布啦，打是华语安尼写，我就照念吼。即只刀啊，即只长条刀啊，顶头有刺即个麻布吼。按照国社的人依次入座吼，而迄寡被调来参观开会进行的南部村社的长老，是被安排坐伫边仔的一张桌啊，大家入座以后。你会想会到吼，中一只长刀啊，吼，落长的刀啊，另外边仔有一只刀啊，吼，是互来观摩的啦，吼，南部村社是来观摩。大家入座以后，议长阁下就该同议员来进入迄个石头起的顶啊，来入座。对遐就是你看吼，对遐会当俯视全道的人，就是伊坐伫咧顶啊，因逐个。即个长官坐含议员吼，坐伫咧即个顶啊，会当看到迄条长条刀仔的人吼，所以我想应该是因是较悬啦吼，因迄个地势是较悬吼。周围围绕着60个士兵，刷来由代理地方官 Jules Van Bergen 先生迄个长老酋长来宣布下列的事项，伊来甲条款一条一条，议长阁下请问了后，
就去改岛仔一端吼，就其中一边啦吼，长条岛仔一角啦吼。提悬声音用新港的语言，迄寡长老来宣布，然后再搁由几啊长老用塔罗凯的语言宣布一寡条款。塔罗凯下底有注脚，我看卖啥物意思。第二个注脚，塔罗凯语是当时用来为即马打婚姻关甲嘉义关一带前来参加地方会议的原住民翻译的语言，可见这是迄当阵云林嘉义一带平原上通行的部落的语言，可能甲河尾浪语共一个语系吼。好，咱倒来日子遮。好，然后就是除了用新港语迄寡长老宣布，然后再搁由几啊长老用塔罗凯的语言宣布即寡条款，而迄寡上重要条款嘛，翻译做山区的语言来宣布。首先，伫大家入座了后，欢迎并且学罗大家如此和谐一致前来参加地方会议。煞接讲，议长和议会决议要举行即个地方会议，要邀请因同齐来，为着是因为前任长官已经离开此地，议长要亲自来因自我绍介表示讲现在伊将会如同顶一任的长官安尼来为即个地方服务工作，因此因也共款为着社会好处，对被命令、被交代的一切拢爱顺服照办。对此，因拢一直答应讲会完全遵行，并且希望迄寡命令和交代的代志拢是合理的而且是对因有好处。其次，甲因讲，也决议讲，阮将会伫个各社任命需要邮长的人数，避免因为太侪邮长来造成混乱或者是因为太少邮长递到算轻率即嘛要安怎讲？袂记。递到因无重视就对啦同时也爱按照荷兰的方式，每一工换一个或者是搁较侪长老来，以免一直由共款的人来承担重任掌握权力。应当爱将重任甲权力平等分配予搁较侪人互尊贵的大门所有资格的人来拍开因对即两项决议拢非常的懊恼认为讲有好处，欣然同意。为了要互场面搁较热烈所以由即个邮长迪卡来其他的长老大懊恼好啦，大家点仔小报就对啦搁再一次，搁一次甲因讲。到现在到当有一寡长老担任因的教师，也有一寡教师担任因的长老，即种情形常常伫民间的事务上以及教会的事务上造成阻碍，有时也阁会造成这两方面真大的困难。因此，上好是按照荷兰的方式，甲这两方面的职责大家分开，因为上帝甲管理全世界的权力。委交予政府，并且信任因。即个政府的权力毋是真多，却是多方面的。因为教会职务是遐尼啊沉重，是关系着灵魂的代志，必须要选特别的人，承受会起大的尊严甲尊敬的人来执行管理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所有的事务。因此呢，牧师拢真细致小心尽量较少来参与政府的工作。
政府的领袖是地上的神吼，就是政府的领袖是上帝啦吼，是政府的领袖是咱人间的上帝啦，人间的神啦吼，意思讲地位足悬的啦吼，就是政府的领导啦，是伊来设立上悬的权威者吼，这个伊是即摆是讲上帝吼，天顶的上帝是上帝来设立的上悬的权威者，所以因就声称讲，因真了解长老兼任教师是多有的是假啦吼，种出来吼。迄寡现在咧担任教师的长老，就即将就是将要甲即个工作甲伊放落来吼。放下即个工作了后，照常会当正直而且热心来侍奉上帝吼。就是迄寡担任教师的长老，甲因的即个工作放落，即个工作是指啥？我是看无是教师还是长老吼，毋知吼。好，应该是教师啦，我咧想吼。抑佫甲因讲，牧师对去教堂或者是去学校的人吼，会频繁的表现，感觉非常的不满。因此，阮就决定每一个欠课，就是早课啦吼，还是讲缺席无参与即个教会聚会的人，将会处罚一张母的落皮，用来要互因小可较留心吼，应该注意吼。学校的教师将每一日来登记欠课的人吼。每一个月要甲欠课的名单交互长老去处罚，而长老每一年都要将处罚得来的落皮附加迄寡孝目交互长官或者是长官的代表。阮认为讲这是上好的办法。毋过对拿袂出落皮的善良人，阮允准长老或者是教师用藤条鞭拍一类的处罚来取代缴纳落皮。若是有这方面的理由，伫处理政务员的授权之下，也会当如此来处罚。讲煞即项，就感谢因如此乐意来纳税。毋过，阮有注意到，当册伫我欠收的时阵，册甲落皮相款吼，对因是袂当欠课吼。因此，较好的办法是伫其他的时阵用落皮来缴纳。这对因和公司双方拢是上适当的变通办法，也是上愉快的办法。除非有人只干会当用册来纳税，安尼嘛是会使。阮会当询问伫咧山区的村社长老，是毋是感觉讲应该和其他的村社共款来纳税？因声称讲是应该要纳税，毋过阮甲因讲，因为因即马则头一摆来和阮结合，所以今年就免纳税吼。毋过明年都要纳税咯吼，并且甲迄寡其他的村社长老讲，对即寡村社即马会当免税吼，会当无扣税，袂当受气吼，袂使受气。但是要了解因的情形，公正来判断。即寡原住民因为因的免税吼，来表示感谢，嘛，甲即个东扫墓社甲西扫墓社的人讲，会倒注脚吼，看啥物所在。第三，这两个扫墓可能就是东螺社甲西螺社吼，就是即马彰化北斗宝岛啦吼，彰化宝岛即个位啊。嘛，甲即个东西扫墓社甲西扫墓社的人吼，大达瓦雷社的人甲瓦拉拜社的人讲。佫加两个社，我看第四。巴拉巴斯又佫写做巴拉巴斯，
白叶麦或者是白叶麦斯，可能是麦里社，就是即嘛彰化县溪州乡吼，叫做麦里吼。因为讲啥物呢？因为因今年该动是那海贼金王对阮的盟友甲部属，像达里无社的人来相见吼。相见啊，注卡是啥物意思？第五，看觅。敢若写讲不得是对对。另外一本其他文件有记载就对了吼。所以今年必须要缴纳比前次答应的双倍的税吼。就是即寡拄则讲的即4个春社啦，含海贼作乱吼，所以袂爽就对了。法人税要纳双倍吼，为着要互因承诺并且明白此事，所以邀请因来参加即个地方会议。对此，因回答讲，因真满意如此办理，因来此地并无其他意见，并且讲即寡税金将会伫咧后个月送到小龙社来，抑佫甲阮讲，因讲话袂使出在即个惊吓吼。是要出在因公义正直的意愿，吼，就算是回答讲无满意，因嘛有缘会被允准来完全家己来转到因的村社，这什么意思？会被允许完全自己的回到他们的村社，就安尼看无啦吼，可能有倒位拍毋着你吼。这个会议是一个自由而且无所忧诸无所惊吓啦吼，无所袂互人惊的会议吼，就算是犯个大的错误，也会当完全自由坦然来上路离去，就是恁会当自由转去啦吼。即个代志，阮如此详细来讲过了后，是为着要用即个方法，互在场的其他的人。以后若是有共款的代志发生，会当加一寡信任，减少一寡谣疑吼。因回答讲，因所讲的话是完全出自公正，无逼迫，完全是出在因自由的意愿所讲。所以，阮就答应讲，将会接纳因做朋友，和其他人相相将观众来交因权杖吼。即个章我想查一个是要安怎读，中应该是中吧。中还是张？毋是，歹势，中还是丢还是汤吼？咱就读中啦吼。下汤、后汤。泡汤杂、食汤尖，食汤是西藏吼。所以咱是毋是读做灌汤较好？因为这我看嘛，西藏嘛是会当，伊嘛是来中是安尼爱规说吼。中我咧想中应该是读字音啦吼，读字音文读音，伊的规说是安尼写吼，乖啊。老人瓦口拍下汤孝藏吼，下汤后汤食汤行中吼，行中行藏吼，食汤就是我在讲西藏，所以这个藏白话音读做汤啦吼。我今仔才学着，我查一下大理大书店。虽然安尼读足慢，但是我安尼读较袂爱困吼。我足爱讲伫咧内底学足侪物件吼。我查即个全藏的藏
汉字伫个大理大书店啊。啥看啊？重罪，重罪就是用棍仔拍的刑罚嘛吼。重罪，重期就是丧钟用孝钟的期间。丧汤是丧子顶顶举的拐啊，叫做孝汤啦吼。即马我毋知讲伊，我细汉佫捌看过啦，有印象捌看过啦吼。即马少年迄时嘛印象中伫个即个出山的时阵嘛是佫看会着吼。我毋知影啥物人是毋是？反正就是因即个家属吼，可能是大囝还是啥吼，伊举一支拐啊，一支竹拐啊吼。即嘛可能，即嘛是举一支倒的棍仔尔吼。我记个，我已经袂记啊。阮爸过身时阵，我当时是毋是有举？迄支我袂记啊吼。OK， 迄支棍仔吼。叫做汤，或者是中吼，漳州音中吼。但是伫我看嘛，中刑吼，藏是喏，刑中应该是迄用来咧拍人的时阵，拢读做中啦吼。但是伫咧即个，若咧讲一支拐仔的时阵，读做汤较侪吼。所以我著甲读悬汤啦吼，因为食汤、孝汤拢是读做汤嘛吼，习藏、孝藏吼。好，以后读悬汤吼。咱转来伫即遮讲，所以阮答应讲会接纳因做朋友啊，因为因讲遮好听话嘛，讲阮讲话出伫公正无逼迫吼，拢是出伫自由意愿所讲吼，所以著答应讲会接纳因做朋友，含其他人相像将悬汤来交因，然后来告诫吼，就是警戒大家讲，从此可以看出，凡是反抗敌对阮的人，将会如何被严厉处罚。但是另外一方面，若是及时来寻求和好，将会被接纳准我吼。阮注意到讲，即寡话互即寡村社的人非常关切吼。随后，伊留啊较威严的面色对大家讲：阮捌下令，西那人必须要迁出大部分的村社，因为因是下流的人。重点即句话，因为因是下流的人吼。因都无用歪曲的说辞来中伤阮吼，互真侪村社遭受毒害，特别是像好母社甲达巴勒社的人受害搁较重，抑搁有其他的村社吼，拢是活生生的见证，就是拢是即个见证啦吼。活生生是嘛，就是要安怎讲？所以阮安尼决定是对因上好，也是经过确实调查了后所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啦吼。意思就是讲，恁袂当要甲西那人含你分开啦吼，莫去互西那人使人吼。因为这一切拢受到因的阿乐赞赏阿乐吼，所以阮也感谢因所表现的热情甲顺服，并且甲因讲，爱随履行上述的话，甲因的旧的权汤放落来，同时交出因所拥有的权利，并且甲因讲，
从今以后，只有取得新权汤的人才拥有权力，其他任何人拢无权力。和一寡长老人数伤多的村社相像吼，即道无取得权汤的其他的长老，阮也要互因希望，讲明年如果阮认为因有此功效，会搁再任命因。也搁讲，如今伫地上会议将年更换酋长。这是讲地方会议吧？因若写地上会议吼，还是讲伊这是意思是伫咧人间吼，毋是上帝吼。我毋知影这到底是安怎吼。如今伫咧地上会议将会逐年吼来换酋长，所以伫咧更换的时阵，或者是有人死亡的时阵，因的权汤爱交互因的继承人。这并毋是为着权汤的价值，是为着要互权汤所代表权力不致亡落，吼，不致亡落，就是要互权汤所代表的权力传互应该传的这个继承人啦，吼。所以呢，伫咧调换今后以后，将会受命的新长老，吼。按照各村社的顺序，将前来领受权汤，因拢真欢喜来领受，并且以局长代替正式的宣誓，吼。这个局长是海派吗？毋知吼。以局长来局长吼来代替正式的宣誓，来上帝甲人来承诺讲，因将对王。即个王会对注卡有写汉字王，本来是写拼音 ONGH， 但是有注后壁括号写汉字王，会对注卡我看卖写啥？当时希腊人可能称呼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派驻佛罗摩萨的长官做王吼，可能是安尼吼。譬如称呼最后一任的长官高叶吼。魁伊啦吼，魁王吼，原住民才会因为安尼，所以倒咧称真官做王吼。这是台湾原住民甲外国称呼本地化的一个表现吼。好，咱转来日志遮讲。所以，并且以局长代替正式的宣誓来上帝甲人承诺讲，因将对王，就是长官或者是议长，全心全意、忠贞不渝啦吼，服从伊的命令，诚实可靠来做指挥者所允准的一切代志。村社的名称、各社的长老人数，以及因的席位的顺序安排如下。好，下底是一个表吼，甲所有一个村社的人社名、长老的人数甲长老的名写伫下底。我看我着莫念啦吼，因为拢拼音，我念我嘛毋知那个念对啊毋对吼。我念只社名就好，社名有用汉字飘出来吼。好来，社名新港社4个人，大目港3个人，目加留园4个人，小浪4个人。这几个人就是讲几个长老啦吼。小浪4个人，麻豆4个，大武浪4个，多罗国2个，朱罗山4个，塔里木2个。多沙闹2个，摩耶拉1个，达巴社吼1个，阿里山社2个，阿里山是 ARRESSANGH 吼，阿里山，我咧想应该嘛是真正就是即嘛讲的家己啊阿里山啊，但是有偌悬的，即个社是伫住伫偌悬吼，毋知吼。再来是
马里干吼，两个好尾龙。我若逐日看了原文，应该是写favor 人吼，应该是好尾人吼。我尽量拢读人啊，到尾佫看了汉字写拢，我佫读做拢吼。好尾人吼，两个 clean davole 两个即无汉字吼 ，glue davole 一个。西咧写一个，东咧写一个，麦里写一个，旺一个，塔加布朗一个，提瓦拉一个，塔巴塞旺一个，基埃利昂一个，拉坎旺一个，里旺一个，两个吼，拉卡旺两个，里旺两个。干内无一个，塔罗罐两个。对南方有长老前来取缔村社名称以及国社前来的长老人数如下：塔加利昂一个，塔波亮大波连吼两个，马里马伦一个，伊是拼音是voron 吼。一个家庭甲历吼是家底啊甲netne 吼两个放手啊两个放手是放手呀 pangsoya 放手啊两个大电机两个沙拉卡拉给一个大楼一个多拉多一个。以上所有村社，你知你毋知吼，甲我来吼，所有这都是荷兰人伫台湾继续统治伊的权力有够的所在吼，因为有抽税金吼，即寡是为了甲因扣税金的吼。迄当阵若照安尼看，规个人淡水遐阁无吼。但是即寡就是正式是荷兰国的国土就对啦吼。你安尼会当安尼想，这就是荷兰国的范围，就是至少到遮吼。这一切代志办煞，每一个人拢做到搁较适当的座位顶了后，就甲因讲，爱和政务员交谈各种代志，所有代志拢爱伊报告，除非有伊的建议，毋免前来即个城堡，安尼对阮会减少一寡麻烦，对因也加一寡方便吼。也甲因讲，以后长老会当不分教区指挥全社的人吼。随即调换诸罗山社的长老甲因讲，为着要担任教师的原住民，每一年爱准备好一道昼餐，互因会当食着该昼餐。得到生活所需要方便甲考量吼，就是啊传一区田是要修行是要互即个教师的啦吼，并且爱送一寡肉或者是 cackenjans 毋知啥物件吼。后壁写就是小鹿仔的鹿骹啦吼，叫做 cackenjans， 互因吼爱甲送一寡肉或者是鹿仔骹互因。因答应照办，但是因真正的心意是要伫时机成熟的时阵，用各种理由甲迄寡土地摕转去，或者是对别人遐夺取土地。因为哪知影，这写哩一个人来，我都通读伊的心吼。伊阁甲因讲，上述各项拢已经正式成立，并且定做条款咯，因一定爱谨慎遵行。若是有何违忘，就是若袂记或者是无明白的所在，拢爱请教政务员，爱命令少年人好好工作，以便会当来上进，也好好来教导是大人，并且伫某一寡代志顶头，互因协助，互因会当减轻负担。所有的村社拢必须要互相和平相处，就如同大家拢是共一个村民安尼。含迄寡青分的村社，相计较，就是
最厝边的迄厝边村社啦吼，爱甲厝地所开会情形，拢爱甲因讲，互因尽量较紧来厦门联合起来。吼，就是迄寡也袂顺服阮的村社啦吼，下面有伫厝边迄寡村社，爱叫因去甲因宣传就对啦吼。即卖呢，毕竟是村社上共同发展的时阵咯吼。现在一切拢已经如上述顺利处理完毕，都由新港社的长老迪卡顶头写做迪卡，就是拄则咱咧念迄个表内底有安怎头一个写做新港社嘛。新港社4个长老，新港社是头一个社，啊4个长老头一名就是迪卡吼 ，DICKA， 顶头写 DICKA， 下底写 DIECKA 吼。即毋知咧变啥吼，定来看因咧写咧拼音拢定来写无共诶啦，共一篇尔，顶头个下底写无共啦吼。所以就有新港社诶长老迪卡吼，含朱罗山诶长老，这毋是我讲诶吼，这是我拄则讲顶头写迪卡，下底写迪卡吼，加一个 E， 这是即个日字顶头内底写吼。新港社诶长老 DIECKA 啊。伊个括号顶头写做 DICKA 吼，含朱罗，所以共一个人吼，意思就是共一个人。含朱罗山的长老吼，由新港社的长老甲朱罗山的长老达瓦莱克简短来总述整个处理的内容，一个就是简单来甲所有顶头所开会的内容啦吼，简单。整理一下吼，一个是用新港语言，另外一个用达鲁界是毋是佮顶头伊会共一个语言啊？达鲁界就是哦，确实是安尼。即道写无共，写做 TAROCAIJ 吼，顶头是写做 TARROKAY 吼，所以即个达鲁界就是顶头讲的迄个达鲁界吼。即个处清，我即摆咧看下底的注脚啦吼，讲塔罗界 J 后壁有一个 J 吼，就是顶头讲迄个塔罗界 KAY 吼 TAROKAY， 处清楚说明是朱罗山的长老所用的语言，可能塔罗界是原本是一个部族的名称，而朱罗山是该部族的村社之一吼，这是下底注脚是安尼写吼。好，讲即个新港社长老当然是用新港语嘛吼，啊，另外朱罗山社长老达瓦莱克应该是就是用即个达鲁界语来陈述，好，就是甲开会内容简单讲一遍吼，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搁较清楚明白，也搁较有感受，随后大家同齐徛起来行的吼。无久了后，大家搁再坐落来，同齐来用餐、餐后啦吼，大家拢真快乐，也真满意。特别是对适当来分配迄寡下设商务员助理甲其他荷兰人去含迄寡原住民做伙来用餐，互因感觉真欢喜吼。同齐来用餐的人数伫300到400人中间吼，你看这办这道。300到400人袂少人吼，你若办个道，你知吼？咱若算10个人做一道，都爱30道吼，或者是400到400人嘛，40道嘛，30-40道就对了吼。啊，当然这只毋是30-40道吼，中一条路长的，毋知做几个人吼。伊安尼写讲，其中约有125个人是荷兰人，以及伊的荷兰人的随从吼。其余的拢是原住民吼，所以差不多300个原住民加上100个荷兰人吼，用仁者款待，互因非常欢喜了后，大家就同齐徛起来，抑佫另外佫带因伫咧庭院内底消遣一番吼，伫遐佚佗啦吼。无久了后，就有先仔人来问晓旨意，并且伫咧迄寡村社长老面头前，放先仔的点心含因的茶，就是放茶放点心吼，来互阮
因安尼做是要趁即个机会，互迄寡佛罗摩萨人看讲，因希腊人是阮的属民，是事先安排好的吼。但即马已经强要黄昏啊，所以新港社人甲其他北区村社的人要求离开，要转去厝，所以就允准因离开，互因转去。不过，搁再一次来劝诫因，爱好好来注意所有听到的、看到的，以及所决定的代志。恁今仔日伫遮所听、所看、所决定的，转去爱好好宣传就对了因就真欢喜来接受劝诫了后，就离开咯。迄寡新港社人真欢喜有遮尔侪村社的人来参加地方会议，因讲。还阁要用因的方式来庆祝一番南方村社的长老嘛有留落来，含一寡阮的人规暝快乐来照因的风俗、啉酒、唱歌、甲跳舞当然讲起来，即马这范围算是拢南台湾啦至少差不多是落水溪以南啦落水溪以南、落水溪以北。应该是无啦就是台中无嘛台中可能是阁是大道王国的范围啦，你可能是我无介清楚因为我无迄方面的历史我读无介侪，所以看起来就是落水溪以南，整个到南台湾一直到另外台南以南的这南部的村社嘛有嘛伊嘛有放哨一直放哨啊社啥所以整个到落水溪以南当然山区无算啦，山区伊有讲到阿里山社啦整个南台湾除了山区东台湾嘛无再来，我想应该是历史上台湾第一次南台湾即个联合集会地方会议，但是这地方会议毋是头一遍办啦咱知影讲地方有办过一遍这应该是第二遍啦就是顶一个长官就任了后，就有办一遍嘛但是迄遍无写甲遮尔详细、遮尔斟酌甲整个即个过程安尼写落来所以各位今仔日咱有幸今仔日所有来参加来听咱课来，我明白一个，恁拢有机会恁拢有即个机会来明白400年前台湾第一道开即个地方会第二道啦。第一道记载到遮尔详细，即个地方会议的即情形咱同齐含即寡村社的即个酋长老含荷兰人同齐欢喜，安尼过一工好，今仔日读到遮啦虽然讲今仔日读一工尔，但是这是最重要一篇互恁，我相信各位即篇读煞对荷兰人的统治恁搁较理解是安怎来修复人心不管是用强的，还是用硬的，还是用软的啦因为人就是甘愿来遮开会，来遮含恁食道嘛欢喜一工愿意顺服恁安尼。好，以上我看一下笔记，敢有写了啥？笔记着浩汤是。浩汤昔日浩南的因为爸母亲死亡，过度悲伤，一直无法度通徛，所以爱举一支拐长途坐行才会当行，因此设有浩汤下啦下汤下是孝顺的白话音的款这挂下就是代孝所以孝还是下拢会使，但是孝变孝汤嘛，所以下嘛要变下汤就是爱变调。伫古早孝汤的悬度甲孝悬的心靠边侪，长头也会根据各自的习惯来风俗来装他。福建人的长头啦孝汤头。甜金纸加红布，客人是金纸加麻布。功夫人的孝汤无共，是白纸固伫汤上，加做丝条装入机形如马边，然后随着时代流转
孝堂已经缩短做1尺2寸，吼，对吧？我就是印象中即嘛拢摕一支刀刀啊，尔吼，一支那拼啊，吼，拼啊，就笛子啦，吼，达啦，吼，演变成做象征性的祭物，吼。孝堂伫丧葬了后，就插伫坟墓顶，表示久亡之意。近年来，因为佛化丧礼兴起，纷纷改做手提青花来送葬，孝堂使用也渐渐来变少了。我少年或者是我最近啦吼，一直到可能到20-30号吼，伫个即个出山诶时阵看了孝堂吼，即孝堂即物件是直接看到诶啦吼。堂头用伫台湾是堂头用迄个下叫做啥就是人咧穿诶迄下迄个布吼，麻布啦吼。啊，有诶有红纸红布，我嘛毋知有啥有诶红布，都包起来包一个头安尼吼。但是我一直毋知影迄叫做孝堂吼。好啦，我要来关房啊！感谢各位吼。行拜是吼，所以咱休困到礼拜读做时线吼。感谢各位。多谢。